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高早！感谢主的恩典，互咱踮伫主日的下早起，咱会当搁一摆来到伫圣殿中间，咱要做伙敬拜。咱犹原嘛有实体，也透过线顶两款方式，咱同齐咧敬拜。所以伫礼拜要开始进前啊，搁有几分钟的时间，咱嘛会当做伙分享咱主日礼拜的连结，到伫有济济咱的兄弟姊妹犹原踮伫厝内底伊。踮伫线顶要甲咱同齐敬拜的，所以咱阁有几分钟的时间，会当来做备班。今早起是玉山新行义的奉献主日，咱也特别欢迎王崇尧院长踮伫咱中间，要分享上帝的话。咱要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引带阮，互阮会当做伙组织，无论踮伫礼拜堂中间，也是踮伫线顶。阮同齐献上阮的敬拜，愿主你帮助阮，互阮存着敬畏的心，逐礼拜来朝见你，也通过你的话语，通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今早起，阮也特别为着玉山神学院献上祈祷，愿主你的听充满踮伫玉山神学院，特别踮伫前几日，因为风台的缘故，也造成真大的损害。愿主你的听为雷，也通过阮正兄弟姊妹三体关心甲祈祷，帮助神学院会当拿来得到恢复，也行伫上帝你所应允的道路中间。主阮欢喜，今早起王宗尧牧师踮伫阮中间，要分享上帝的话。愿主你陪伴阮逐人的心，互阮对你的话，愿得到快乐，也得到帮助。同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好，咱足久无练，无伫礼拜以前练诗歌吼，咱今仔日是第一次吼。好，咱第一首来练的是，信息第5首，真主上帝做天地。并步调就是哆来嗦拉啰5个调5个音吼，所以真好听的歌，咱搁来唱一摆，预备来。
首，我的上帝全然君王。信息248首。预备，来。电视到遮，也有带手机啊，请恁关静音啊，关震动。
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伫咧帮中唱歌称赞你。你的慈爱哪天遐悬，你的信实透甲强冲。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愿你的荣光遍照全地。咱三甲来吟圣诗第5首，来学了上帝，真主上帝造天地。用信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因父，第3日对世人中各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殿，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上同，做赦免肉体各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即时要来三甲配用，启文第2篇就是诗篇第1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坐污烂人的位，伊爱慕上主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叶嘛无打去，歹人就毋是安尼。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咱三甲来祈祷，至悬、至尊、至大、至圣、至疼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平安、智慧、真实、尊贵、快乐、公义甲疼的源头，是阮的高台、山脊、石盘、避难所。你的智慧甲温慈，毋是卑微的阮所谓当测度的，是何等的悬、深、美好，互土粉般的阮领受迄文山的甘露，
古代的神灵搁在布艺开花结果子，互心中充满恶毒、阴沉、愚妄、骄傲、自满，得罪上帝，却是业主，是智慧的无知，哪亲像脱离马拔缰的野马般的心智。伫运电中，你用慈祥爱惜，轻轻地牵着阮，用慈爱细声的话语劝导阮，用疼的手段规范阮。你无重重的出手，也无掩面发受气，只有温柔的教导阮，赐阮智慧，互阮无地教沉沦。哈利路亚，感谢主！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的国家搁较清楚，伫国际中有名声，受重视。恳求你赐智慧互在野党，教导因在野党会晓怎样来监督执政的政党，疼痛台湾的百姓，用百姓的利益争做第一位。看起来台湾亲像真混乱，受到威胁。总是阮确信你是历史的存在，你要看顾阮，你带领的确会成就奇妙的事。伫混乱危机中间，阮有平安。哈利路亚，感谢你！伫今仔日玉山新学院纪念主日的时阵，阮真感谢你。祝福伫台湾培养传道者的时光，哈利路亚！上赞、荣光、智慧、感谢、尊贵、宽bình、快乐，拢归伫咱的上帝，到代代无尽。阿门。这时，信歌队的小诗班要用“我心尊主做大”带咱敬拜。我心多的兄弟。
共读圣经，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载罗马书第1章19节到20节。罗马书第1章19节到20节，因为论到上帝，人所未通捌伊个，有显明伫因的心内，因为主上帝捌显明只是因为对创造世间以来。上帝就永远的权能甲性质，凡有所未捌看见伊个，对受创造的物，想了就明明看见，互无路通推脱。今仔日的圣经节，也是咱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一遍。因为论到上帝。罗马书第1章19节到20节，咱即是来请咱的本堂牧师介绍今仔日的讲员。好，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学校特别差派王宗尧牧师踮伫咱中间，要分享上帝的话，咱将这个时间交予王牧师。咱所敬听的老牧师牧师娘、王团德、中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和玉山新人院伫75年来，拢得到上帝的眷顾。虽然当年有欠缺，也个上帝恩典满满。特别伫顶礼拜有真大。因为风台咱遮感受袂到，总是花莲有落3天的大雨，所以学院有断水、断电，树倒真济。请咱继续为着即个培养原住民传教者的即个玉山新人院关心代祷甲奉献。今仔早起我用giáo义甲信仰甲咱三角来分享。giáo义伫列经文的字根是丢哦，丢哦就是两个，
咱知影两个拢会真麻烦，一个查某囡仔交两个男朋友真麻烦，啊是一个查甫囡仔交两个女朋友嘛足麻烦。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去台北读册，啊交到一个男朋友，啊真欢喜，逐工拢想要穿水衫啊去约会，啊一礼拜了后就无有水衫通好穿。啊，赶紧甲伊老爸写一张花，讲请爸爸寄钱互我来买水衫，会当去约会。老爸想想，就甲伊画一张花吼，讲水衫毋免买啊，毋过男朋友搁换一个吼，啊你着逐工拢穿水衫，吼，两个真麻烦哦。毋知咱有信徒去参加灵经教会无？啊，对讲完咧走，啊，参加无共款的教会，哇，这嘛真麻烦。人讲，尤其对基督徒，有一个青年甲牧师讲，啊，牧师安尼啦，你甲我报一间完全的教会吼，啊，我去参加我就袂乌白走啊。啊，牧师想想，同我甲伊讲吼，若有一间完全的教会，也因为你去共参加，就变做无完全吼。两个真麻烦哦，吼！了鱼就是两个，你无定着，咱讲心怀恶意。毋过咱做基督徒，迄刚开始，咱啥物人甲老牧师讲，老牧师我拢毋捌了鱼过哦。了鱼敢是咱做一个人的本性，是安那？因为咱就是有限嘛。咱敢有法度了解真理的全部，就是无法度了解真理的全部，咱毋当会了解，安尼对无？我所信的妥当无？我行这条路有平安无？所以感谢上帝，了解是咱的本性，正做一个有限的人，伊的本性，总是了解。有负面的意义，也有正面的意义。咱读路加24章38节，耶稣过活了后，就甲门徒显现。圣经讲，门徒是半相信、半交疑。这个希腊文真好，叫做 dialogomai， 英文叫做 dialogue， 对话。耶稣，你有过活无？进入我内心思考的辩论，因为这个信仰对我真重要。你有过我无？进入我内心思考的辩论，这款的交期有正面的价值。咱读路加12章29节，耶稣教门徒讲：你毋通求要食啥物货，啉啥物货，讲毋通挂心吼，这是中文写挂心。希腊文叫做 meteorizomai， 咱读英文知影，迄个 meteor 就是天顶的流星，天顶的流星挂伫迄个半空中，就是你的心无定着，啊吊伫迄个半空中。我听一个牧师讲，咱今仔日做基督徒，吼，常常是安尼吼，讲上天堂不敢当，下地狱讲不能当。啊，结果就吊在空中吊郎当，吼，懂啊？吊伫半空中，你毋知要创啥？我常来甲学生讲，你来做礼拜是为着点名吗？咱来做礼拜是因为对牧师做一个交代吗？毋是嘛？咱是甘心乐意来遮敬拜上帝，这是负面的交期。马太14章31节，讲门徒坐船拄着真大的风影，迷死，耶稣伫水面咧行。彼得看到真欢喜，讲主啊，叫我会当对水面行到你遐。耶稣讲你来。毋过彼得看到风影遐尼大，会惊就沉落去。伊讲主啊，救我！耶稣伸手解牵讲：你这小信的人啊，啥事交期？希腊文叫做 distazo， 英文叫做 doubt， 就是两
两个，你无听着，你无法度专心来信课。我听一个故事，讲有一对日本的夫妇，讲去纽约学音乐，开始找厝，无简单，找一礼拜了，找一个二战楼的，真欢喜，就搬入去住。住一礼拜了吼，迄厝边隔壁拢伫遐起起厝说，即两个少年有够勇敢，迄闹鬼的厝吼，也敢去住。听了后，逐工拢疑心疑鬼。讲有一天安尼两个伫二楼咧困，楼骹有动静吼，想哎呀，是鬼来啊！太太甲先生讲，先生啊，你敢会当落去看觅是毋是鬼来啊？讲先生比太太更较惊，讲无，你去较好吼，你英文讲了较好吼，这是笑话吼。听讲有一个牧师去一间会闹鬼的厝住一暗了后吼，鬼拢毋敢来。所以有人问牧师讲，牧师你敢遮厉害？互你住一暗鬼拢毋敢来。牧师讲吼，我暗时仔咧困，鬼来甲我吵到我足生气，我若将红线底下摕出来，请因红线，讲鬼仔走了了。毋是咱惊红线，连鬼仔都惊红线吼。这当然是笑话。19世纪有一首诗叫做《夜光的征战》吼，即 Scientific Conference。夜光的征战就是有真济支脚咧行路，讲有一个早起一只象棋，甲伊问讲：夜光兄，你有遮尔济支脚，到底是倒一支脚先行？讲迄工单袂晓行路，拢伫遐咧研究倒一支脚先行，这叫做无必要的犹豫。无必要的犹豫会破坏你真无用意所起造的信任甲信心。咱有时做人的太太，先生若看我转来，哇，都真犹豫，讲毋知去创啥，落地伊离开悄悄，若彼又抄着一张女性的名片，今仔日就甲你没完没了，这叫做无必要的犹豫，就破坏真无用意所起造的这个信任。咱伫台湾有一个画家叫做张大千吼，伊喙手留足长哦。有一天讲一个记者足歹心，大家问讲张大师，你的喙手遐尼长，你暗时咧困的时，喙手是伫棉被外面，是棉被内面吼？讲迄人单失眠，拢咧研究外面是内面，这叫做无必要的犹豫。不过兄弟姊妹，犹豫减是咱的本性。咱若做一个实验，请一个人出来，咱目睭甲伊按起来，踮遐甲伊洗甲伊毋知影方向。你讲倒退3步，后壁有一条椅仔，请你坐落来。咱的反应会安怎？敢有影？无用脚去踢看卖影，看有椅仔无？因为信心中得爱加一点点感觉，我感觉会对袂？歹势若是我会偷看吼，后壁有椅仔无？信心爱加眼见，有看到较有准算。总是感谢上帝，因为犹豫甲信心，犹豫甲信心毋是对立，甲信心对立的是无信，犹豫伫中央，犹豫伫中央。亲像咱咧讲破病甲健康毋是对立，甲健康对立的是死亡，毋过破病是伫中央。咱若破病好好甲伊治疗，有可能破病了后的健康会搁较济的抵抗力。总是破病若无好好照顾，有可能会导致死亡。犹豫伫中央，若是负面的犹豫、无必要的犹豫，就会破坏咱的信心，互咱导致无信。我犹豫，咱若认真甲伊看待。进入咱内心思考的辩论，对犹豫到伫信仰，有可能迄个信心就会搁较大。所以犹豫伫即个意义，会成做咱信仰的即个朋友，信仰的朋友。犹豫若是负面、无必要的犹豫，就会成做无信。兄弟姊妹，咱拢有咧拍球。我家己
久久咧拍网球，拍球的时，咱有咧想无？是爱放一个网啊？哦，若无网啊偌好，逐粒球嘛会过，对无？毋过你拍5分钟了后，你就无趣味，无趣味。网啊提高，网啊增加你拍球的困难，毋过提高你拍球的兴趣。钓鱼就是信用的网啊，虽然会增加咱一困难，毋过会提高咱要追求信用即款的热情甲兴趣。今仔真侪青年人来教会，是安那无兴趣，对即个信用无兴趣，因为无网啊。爸爸叫伊来，伊就来；阿公叫伊来，阿嬷叫伊来，伊就来。伊无家己的网啊。伊要去进入内心思考的辩论来问这个信仰对我有重要无？咱到捌听一个故事，讲一个爸爸咱因台湾流行讲上教堂的小孩不会学坏，所以爸爸拢叫囡仔去做礼拜，家己拢无咧来。这囡仔也趣味哦，问爸爸讲：哦，爸爸伊拢叫我去做礼拜，你家己拢无爱来。爸爸讲：你毋知影，爸爸代志足济。应酬足济，这囡仔听无，讲爸爸应酬是啥物？爸爸甲伊讲应酬就是你足无爱去，毋过无去袂使，叫做应酬囡仔听起来，礼拜日到啊，圣经圣师摸来讲，爸爸，我要来去礼拜堂应酬啊，足无爱去，毋过无去袂使，就是无网啊，无网啊。钓鱼是信用的网啊，所以有首诗安尼讲，世间若无有病，有风邪就无需要；世间若无有白贼，钓鱼就无需要。讲适当的病毒会当防止破病，正面的钓鱼会当起造真理。所以咱若钓鱼，咱就爱互伊进入内心思考的辩论。互伊正做正面的意义来追求真理。第4世纪的教父奥古斯丁伊安尼讲：我钓鱼，所以真理一定存在。迄个英文的钓鱼者，就是追求真理的人。当然，咱会问讲真理是啥物货？这亚里士多德讲了上简单，讲真理就是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耶稣讲的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徛伫真理甲你讲，我徛伫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甲恁讲。毋过敢有遐尼容易？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真无容易啊！你无听两个少年咧伫遐相亲，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囝仔咧相亲，查甫拢甲查某囝讲我偌好，你敢知？袂食薰，袂啉酒，袂创啥？好，足好。这查某囡仔同我问讲，无你敢有啥物缺点？伊讲有啦，一点点啊，爱讲白贼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面对真理上基本的这个态度。这个交易就有正面的价值，伊正做咱信用的朋友。咱当来今仔日所读的罗马书，就是保罗先生伊对家己这个信仰内心思考的辩论。罗马书第1章，保罗先生讲：上帝互罗马人，这个外邦的人，互因有自然律，伊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上帝的代志已经显明伫恁的心内。对于创造的万物，好好去家思考，想了就会明白，就会来信。这是上帝伟大创造的计划。总是罗马人所做的是什么货？咱若读罗马书第1章，讲因做的是邪恶、贪心、妄妒、恶毒、凶杀、诽谤、万分骄傲、万分神，甲侮辱人。虽然罗马有真好的哲学，叫做斯多亚，要靠人的意志
来控制你的欲望，互你毋免犯罪，总是做袂到啊，做袂到。第二章，罗马书保罗先生内心思考的辩论讲，上帝互犹太人律法，互恁知影上帝的旨意，分别是非。犹太人咧做啥？讲因夸口白贼偷窃，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到第3章，保罗就讲，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光。安尼要安怎？保罗进入内心思考的辩论，要怎样会当得到上帝的拯救？是靠罗马人迄个所以个所讲的意志吗？是靠犹太人的律法吗？会当互咱得到这个拯救吗？保罗讲啥？讲苦啊，我爱做人；苦啊，我爱做人。我要爱的好，袂去做啦，总是歹偏偏去做。亲像罗马诗人欧维就所讲的，讲我看到好该恶乐，总是我拢是对歹咧行，对歹咧行。律法是上帝所赏赐的恩典，互咱知影什么会是对，什么会是毋对。所以律法就会引诱咱，啊无咱来做对的代志，咱就会得到上帝的拯救。实在，咱无法度做对的代志。咱无法度抑制咱的意志，除非咱的意志甲意志的根源上帝好好，咱才有气力来行出上帝的听教恩典。这就是保罗先生伫内心思考的辩论真要紧的结论。咱今仔来做礼拜，是我靠咱想要做礼拜的意志吗？会真艰苦，毋是。是上帝听的恩典，咱伫遮是咧感谢，是咧学乐。伫迄个甲上帝听好好迄个恩典内底，咱较有法度去行好。即个保罗先生，迄个内心思考所得到，迄个了不起信仰的即个见证。咱咧读奥古斯丁写迄本真要紧的名著，叫做《忏悔录》。伊讲着伊家己的故事，去共头班梨仔细汉的时，梨仔实在是真歹食，到尾拢等互伫食。毋过是安那要去共头班，伊讲有迄个反抗立法的快感吼。你甲我规定，我就无爱做；你愈甲我规定，我愈甲你反抗。我定定甲阮的学生讲哦，恁今仔日无来上课，是毋是有反抗老师的快感？吼。咱今仔无来做礼拜，有迄个反抗牧师甲长老的快感。马丁路德安那讲？讲若靠行为上天堂，伊是第一名，第一名。总是经过内心思考的辩论，伊安尼讲：讲律法若无伫快乐中来成全，就是无成全。有人守律法，总是无快乐。叫做不快乐的圣人。有人犯罪，做东做西，总是快快乐乐，叫做快乐的罪人。迄个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讲，宁可做快乐的罪人，也不要做不快乐的圣人。保罗先生伫罗马书经过内心思考的辩论，人是毋是会当照本性来活？毋是律法。是本性，甲迄个创造咱迄个本性的根源上帝好好，好好，咱才会当得到快乐。保罗先生讲，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互咱会当得到永远活。伫即个意义，我要甲咱三个来思考，交期就是信仰的朋友。内心思考的辩论非常的重要。伫知识的领域，经过咱内心思考的辩论，互咱追求的真理一定有信仰的意义，较袂以假乱真。伫行为的领域，
经过咱内心思考的辩论，互咱追求的好有信仰的意义，较袂假冒为善。伫感官的伦理，咱内心思考的辩论，互咱追求的水有信仰的意义，较袂是人工所刻意制造的美。伫法律的伦理，经过咱内心思考的辩论，互咱所追求的公义有信仰的意义，咱较袂成做律法主义者。伫人际关系伦理，经过咱内心思考的辩论，咱的中间较才有疼，毋是只有情绪。伫神圣的伦理，经过咱内心思考的辩论，咱追求的信仰较有终极的意义，毋是正做第一时间偶像的崇拜。就是这款内心思考的辩论，咱较会当明白，原来我就是一个遐尼有限的人，遐尼有限的人。所以伫咱有限的生命的中间，甲上帝好好，甲人好好，阁会当伫咱有剩的时来帮助别人，就正做咱生命上水的见证。就是这款内心思考的辩论，互咱会明白，伫家己有限的生命中，甲上帝好好是何等重要的代志。若无，死亡就是你的终结，死亡就是有限性的终结。你每一天就是活伫要死的每一天，伫遐烦恼。甲上帝好好，就是咱会当克服这个有限性的烦恼。上帝正做咱活着的这个意义。咱伫每一天去公园散步、去运动，敢毋是拢伫这个意义内底，要克服迄个病痛，克服迄个死亡的限制。就是这款内心思考的辩论，咱才会当明白伫家己有限的生命，甲人好好是何等的重要。若无，咱就会活伫迄个无平安的烦恼。我甲大家同款，到一个时阵，咱拢会去回想咱的过去。请问，咱什么人伫咱的过去的生命内底，拢毋捌做毋对？做毋对的事实已经无法度改变了。都是感谢上帝，咱会当互过去做毋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通过咱甲人回息的，请求人的赦免，请求上帝的赦免，有可能咱会当改变咱的现在，改变咱的未来，互咱得到平安。所以伫有限的生命内底，咱要追求甲人和好，互咱存在的意义，会当得到平安。就是内心思考的辩论，咱才会当明白，伫家己有限的生命内底，去帮助别人，是上有意义的见证。亲像耶稣基督所做的，迄个活出存在的意义，无论是青梅，无论是摆卡，比咱更较需要的人，伸出咱的手来成做咱活的意义，伫咱的有限性的生命内底来找到活着真好，活了真好。伫讲道的路尾，我要邀请大家来关心玉山新人院。这间为着原住民设立的牧者训练的学院。顶学期我有学假，所以我去玉山新人院做义务的教学。资源真少，因需要师资的培育。学生经济无好，因需要奖学金来读册。图书馆欠缺，需要有人奉献来买册。我头先有讲过，顶礼拜迄个淹过的风台，伫花莲落3天的大雨。玉山新人院的校园有15丛黄风林，5丛大樱花，30丛香蕉树，迄个风吹倒。
甚至还停电停水。综合大楼因为水真紧，所以无法度排水出去，办公室淹水、跳电，总是感谢上帝，大家拢得到平安。我要邀请大家为这间真正需要的学院来关心、代祷、甲奉献，帮咱需要的人为因来奉献，真正会当互咱找到迄个哇！实在是真有意义。某一个程度来讲，帮助别人就是帮助咱家己，也会当得到上帝祝福。嘛是咱做一个基督徒，跟对耶稣迄个美好的见证。咱三个来祈祷。感谢上帝，留阮的活命。一个有限性的活命，会当克服迄个死亡的恐吓，会当找到迄个存在的意义，也通过帮助别人来体会上帝恩典满满伫阮的中间。也即个时刻，阮特别为着玉山新人院来代祷，扶持因的手，牵带因的脚步，互即个学院倒落的树会当重新去做，饮的水会当四散重新开始，互阮奉献的每一个钱，成做即个坚固即个学院要紧的需要，也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做即间学院上好的地基，也因为安尼，显出阮东门教会巴克的纪念教会，就是一个听主听人的教会。也为着阮敬听老牧师因的家庭、王团队的家庭三体代祷，愿阮听牧者的心，会当伫阮做基督徒的意义显明出来。因为牧者的培养是遐尼无容易，付出遐尼济的代价，啊，佮看着遐尼济青年人因愿意奉献因的生命，欢欢喜喜来服侍上帝甲伊的教会。阮安尼感谢，也安尼扶持，为了这间教会，也为着神学教育，听阮的祈祷，佮耶稣基督的性命，阿免。咱即时要来吟圣诗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归期待，我未
小组，衷心感谢，并随我路。奉献咱后礼拜开始就有奉献的司法人员来开始举奉献地。咱今仔日有缘，甲咱要奉献的金额，以及咱要对玉山神学院的奉献，放在后壁迄个奉献箱就可以。第三点，咱周报的13面有咱要无来教会要安怎奉献的办法。即马伫咱的迄个荧幕面顶嘛有拍出来吼。请咱大家详细看。上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若袂明白，敲电话来办公室问就知。好，咱即时请起立来吟奉献诗。咱即时请咱滚堂的老牧师来报告。好，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哪来哪稳定，咱就慢慢会当哪来哪开放，哪来哪恢复。咱拜三的圣经学堂有原点伫线顶，所以咱会当根据遮的经文，咱会当做伙来学习。踮伫每礼拜拜三的暗暝8点，邀请大家会当做伙踮伫线顶来做伙学习。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所以王宗尧牧师来伫咱教会请安以及讲道，咱搁一摆拍破感谢王牧师。好，后主日是咱本会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所以嘛，请咱做伙为着这个事工关心代祷以及奉献。搁刷来，咱若是还未定迄个新版的台语圣经的吼。到10月24哦，所以咱若是还未登记，想要购买请咱嘛伫即几礼拜赶紧到伫办公室，无踮伫明年伊就要调整到伊原本的迄个介绍吼。所以即马是早鸟价，所以邀请咱若是有想要伫迄个现代台语译本的，请咱会当到伫办公室遐来做登记。好过来10月24，就是后礼拜，就是到后礼拜的主日下晡吼，后礼拜主日下晡，咱有一场演讲，这是历史档案馆甲咱教会合办的。这个题目叫做《压迫体制下的教会》，对长老教会档案改变台湾民主的发展。这就是主要咧讲过去踮伫迄个威权时代下面，伫每一个教会内面，拢有人咧监控牧师的讲道，包括神学院内面，慢慢因为转型正义了后，遮个档案渐渐咧改变。所以咱后礼拜有即场演讲吼，所以若是有想要参加的兄弟姊妹，会当踮伫礼拜堂后壁遐招待道遐来填写你的名就好，因为咱嘛是小可知影到底会有偌济人要来参与吼，所以若是有意愿，咱后礼拜即场聚会欢迎咱踮伫迄个礼拜堂后壁遐来登记吼。好，搁再甲大家报告一件消息，就是咱教会黄俊哲兄弟伫前几日别逝吼，所以要伫后礼拜拜六早起伫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嘛，请大家做伙关心，为着遗族来代祷。伊过去踮伫新老病院咧工作吼，所以请咱同齐踮伫祈祷中间三纪念。咱的快乐儿童营要对后礼拜10月份的伫后礼拜，所以家长若是还未报名，扫 QR code。荧幕顶悬的 QR code， 你就会当报名吼。好，今仔日咱有一位李文玉牧师踮伫咱中间，
是无？会当请伊起立，咱做伙拍拍啊，欢迎伊李牧师来伫咱中间。好，咱做伙来吟上吟的诗歌，圣诗391首，学到天顶主宰，请咱做伙起立来吟。今时煞，咱请王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亲像父母极大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三角地地，特别也甲玉山新人院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无尽。阿免。请坐。